北京故宮借出100幾件珍貴鐘錶俾科學館，展出到出年4月。部分展品更加從來未對外公開。館方話展覽融合歷史、藝術同埋科學，俾市民喺繁忙中反思時間意義。17、18世紀清朝盛世，相傳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年間都特別鍾情收藏西方引入嘅鐘錶，彰顯見識、皇權同國際影響力。呢個高120厘米嘅英國水發鐘演繹鄉村風景，同時呈現奏樂、報時同模仿農舍動物、流水等活動場景，要人手上鏈驅動裝置。故宮專家用咗1年修復佢。中國人自古已經養雀，呢個鳥籠裝置就迎合咗喜好。掛上嚟見到底部嘅珐琅鐘，會配合雀仔張嘴報時，生動逼真。呢個滾鐘就融合咗科學設計，以重力驅動力由斜板嘅頂部滾落底部，啱啱好24小時。展覽展出大約120件故宮博物院收藏嘅鐘錶，大部分係外國使節贈送俾清朝皇帝或者官員從貿易得嚟轉贈皇宮。譬如皇帝出巡嘅時候，佢都想啲鐘錶成日陪住佢嘅，掛一啲花瓶嘅一啲鐘錶掛上去啦，甚至到可能係有啲妃嬪宮廷會苦悶啦，佢可能又會有啲音樂聽下。唔係淨係單單報時，佢仲可以令到呢啲風景嘅人物喺度轉動，亦都可以有啟動一個音樂盒啦。亦都可以係令到有場景嘅展示，甚至到係可以有人出嚟打鐘去報時嘅。呢一連串嘅裝置咧，都其實係一啲機械裝置嘅。康熙重視科學同科技，設立自明鐘處製作鐘錶，發展到乾隆年間最為鼎盛。呢個預製鐘就用上名貴木材紫檀，反映莊嚴高貴。鐘錶後嚟擴展到民間製作，產品大多都加入中國元素，由廣州製造，反映當時中西方文化交流繁盛景象。如果出街冇帶手錶，市民又掌唔掌握到時間呢？喺互動展區呢度有一個密室，市民入到去要喺心裏面數30秒，然後出返嚟睇下同實際時間爭幾遠。展覽希望市民喺生活節奏急速之下，可以反思下時間嘅意義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。